这元霸叩见皇上，岁万。平身。什么是平身？元霸，皇上叫你起来呢。谢岁万。李元霸，你刚才嚷嚷着要找朕，什么事儿？我这找你就是给我弄官的。要官儿？什么官儿？这当官就是那个好东西。你让我哥当官，我也得当官。好，官儿可以给你，不过当官都得有本事。方才你爹爹说你力大无穷，那要让朕看看你有多大力气。我的力气那真是太大了，我能举狮子。别蹲着，来，起来吧。哎呦，我去！天哪，不是凡人啊！哎呀，厉害呀！天生神力。还有你，起来。天人也。真是天死了！唐国公真是教子有方啊！元霸，好大的力气啊！你方才说管朕要官，要什么官呢？我要大官。多大算大？你面前都是大官，你打算要什么官？小官那这。皇上，这一排好看，我就要这一排。元霸，兄德无礼。不行，我就要这一排。元霸，这个牌子可不是谁都能要的。我不懂。要天下无敌，才配有这块金牌。那行，我要给他打。他要是输了，我就没有敌手；他要是赢了，他就没有敌手。哎，真聪明！皇上，我看李公子骨瘦如柴，我儿程都力大无穷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
让唐国公痛失爱子，那我看不比也罢。相国公说的极是，天宝将军乃大将军，小儿顽皮，岂是将军的对手？请皇上网开一面，让微臣带小儿回去看管，不再惹事。不行，我就要这个牌。哎，两位爱卿啊，两个孩子打打闹闹有什么呀？他们愿意打，就让他们比划一下。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，那好，不直接比试，让他们比比力气也可以。还是皇上办法多。那我给他拉钩。好，你们听这3击掌再开始。来吧。哎，过了。快，摘下来吧！快，摘下来！皇上，拉钩乃孩童的儿戏，岂能比高低？不能以拉钩来赌输赢啊！请皇上明察。元霸，我大隋朝能撼动天宝将军者，你是第一人，了不起。不过，朕还想看看，你还有别的本事吗？我还会大锤。练锤呀，不得了！天宝将军听见了，这孩子会练锤，还不拿你的凤翅鎏金堂陪他玩玩？不要叫朕失望！程度遵旨。大个子，你把那个金牌给我，我们又不用打了，你也不用死了。小子，你若赢我，不光牌子是你的，连我这条命也是你的。若你输了，休怪我拿你的命来祭我的凤翅鎏金堂。行，那行，来吧。过来，多找一些人。要是天宝将军不敌，你们就冲上去把这个李元霸给我杀了。是。有本事来呀！小子！给我拿下！是。
威武盖世，日后定会为朕立下不世奇功。朕的江山将来就靠你了。你要的金牌，朕立即让人替你再造一面。皇上，你说我俩谁是无敌大将军？你和宇文成都都是，你二人乃上天所遣，特为助朕的。你们是朕的左膀和右臂，难道朕只能有一条臂膀？数年之后，论你们二人的功绩，再做评定。那你还没封我官呢，快封我官，坐。好，朕就封你赵王。这赵王，那大不大？朕再赐你匹好马。来呀，将万里烟云罩牵来。人吧，这匹马怎么样？皇上，这马好马，夹不死。二公子，何来的愁绪？不妨说出来听听。我总觉得水鬼一案，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好像背后总有一个人在推动。比如我们去工棚，正好就有香灰；回到麻叔谋书房，就突然摆出了孩童的衣物。你说的可是李密？此人思绪缜密，我们一定是被他当作棋子了。也罢，除了麻叔谋，也算是件好事。以后遇到此人，要格外小心。好。李大人还真是厉害，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一出群起而攻之、借刀杀人的把戏。就连秦王李世民那么聪明的人，也对你奈何不得。皇后娘娘，此话怎讲啊？哼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去指证麻叔谋的那些人是你安排的。不过，你做得好，也不枉我在皇上面前极力的夸奖你。你现在只需要再继续督造运河，待运河完工之后，又是大功一件。到时候啊，我保你连上3级。我李密何德何能，能得皇后如此栽培？不知道皇后娘娘还有何图谋啊？哼，我想怎么样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不过我倒想先知道这件事情你是怎么做的。一开始，我只是想煽动暴乱，让麻叔谋好看。可是后来讲到元化及一定会护着他，于是我就想借皇上之手杀了他。以你的职位，想扳倒麻叔谋并不容易。没错，天赐良机，李世民这个时候出现，所以我就想借李世民之手。因此我故意让李世民得到死者的头发，
和营房内尚未燃完的毒香，这样他一定会锲而不舍地追查下去。好办法。李世民深夜查案，麻叔谋一定强行制止。我就事先在麻叔谋的房间内，把那些孩童的衣物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这样李世民就不得不怀疑麻叔谋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这个时候再趁热打铁，揪出藏有毒香的壮丁。可是那个壮丁不是开始拒不招认吗？那是因为我事先早就收买了他，事先矢口否认是为了让麻叔谋放松警惕。而在皇上面前，则一口咬定是受麻叔谋指使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精心谋划的。那些帮你办事的手下，你可否处理干净？我李密做事，向来干净利落。那些混入壮丁之人，所以这世上不会再有任何证据指向我李密。精彩。不过，李世民这个人实在太过聪明，他险些坏了我的大事。如果我晚了一步的话，我一定会栽在他的手里。所以，皇后娘娘，你我做事以后一定要谨而慎之，要小心提防他。皇后娘娘，话已经说完了，不知道您满意吗？我满不满意，那要看你接下来怎么做了。就在隋炀帝穷奢极欲、纵情声色之际，数百万民众正在运河日夜赶工。工地监工为加快工期，对民工动辄棍棒相加，众多民工体力不支，累死当场。运河两岸白骨累累，惨不忍睹。黄淮一带反隋志士被迫揭竿而起，各地民众纷纷响应，一时间烽烟四起，各路反王也开始招兵买马，割据一方。启奏皇上，通往扬州之运河已开挖完毕，龙舟业已造成，随时可以起航。不得了，真是后生可畏。这么短的时间，把朕交代的事情办得如此妥帖，好，这可是值得朝中一些老臣们好好学学了。李大人果然才干出众，陛下，你打算如何封赏李大人？封上柱国，随朕一同下扬州。谢主隆恩。唐国公，你与世民、元霸也和朕一同前往，陪朕一路解闷散心。回陛下，
小儿元霸身患吃丸之疾，常有发作，须由微臣和市民看着，并定时喂药，方能避免其伤人性命，实在不必随行。那好吧。皇上，这船是为圣上而造，还请皇上吩咐李密寻找500童男童女，启程之日，将皇上坐的船拉入河中，以壮声威。这宇文化及，你怎么永远能想出让朕叫绝的法子呢？好，李密，想必你不会令朕失望吧？臣遵旨。这么早就走了，也不多陪我一会儿。不早了，我还得为皇上去寻找以前童男童女呢。哼，都是那个宇文化及故意刁难。你那边没问题吧？你放心，只是多费一些时间而已。小心点。壮哉！我大隋何其壮哉！平怀寂渺渺，小物复霏霏。怀典未分色，仰望共尘灰。秦下转孤羽，今翻出长旗。朝于10月浪，杀秦迎玉飞。未待高丘晚，愁因逝水归。好事，好事啊！皇上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起航了。起航！杨广荒淫无度，去了扬州观琼花，不惜劳民伤财，广征民意，挖运河。现如今18路反王皆知杨广不在朝野，纷纷招兵买马，蠢蠢欲动，欲在途中截杀杨广。我觉得我们的瓦岗是时机该出兵了。杨广出了长安，长安的守卫必定空虚，咱们何不趁机一举打入长安？这样我们就能占得先机。就把他老窝端了算了。早做打算，也未尝不可。不过现在大隋气数未尽，我瓦岗兵力不足。若是现在把大军调出去，我瓦岗势必会出现亏空，难免腹背受敌，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哎，军师认为如何才能够再添胜算？除非各反王齐心协力，结成一心，方有胜算。但人心各异，这又谈何容易？所以，我们还是稍安勿躁，时机一到，再出动。姑奶奶，
你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我替你揍了去。傻弟弟，那个忙你也帮不了。那个人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。那你还是自己杀他吧。父，咱们击退蒿黎军队，虽然历经米久，但大胜回朝。我想，皇上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重重犒赏您的。芳儿，本王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只是谨遵先皇圣谕。先皇在世的时候，嘱托我最后要办的一件事情，便是辅佐当今皇上，保住我杨姓江山，这是他的遗愿。身为臣子，怎可有负于圣命啊？报，王爷，小的奉王爷之命回宫报捷，但守城的将士说，皇上已经不在长安了。什么？不在长安？去哪儿了？皇上于数日前去了扬州。这去扬州，所谓何事啊？听说是去看扬州盛开的琼花。下去。是。嘿，胡闹！这才刚刚登基不久，现如今天下各路反贼虎视眈眈，身为皇上，这不是跑到人家眼皮子底下了吗？哎呀！不行，皇上一定不能有任何的闪失。罗芳，在，李肃率领其他太保挑选一队精锐兵马，随我前去护驾。是。这杨广下扬州的所经之地，我已和军师确认多遍了。众位兄弟，你们看啊，这四平山以上，地势平坦，不利于埋伏；而这四平山以下，淤泥堆积，可进而不可退。唯有这四平山口，地势险要，是截杀杨广的最好之地。更有利的地方在于，龙舟只要行至四平山处，必定要在此停留数日，用于补给食物和征选秀女上船。我们只要做好准备，必定能够一举截杀杨广。所谓擒贼先擒王，啊，杨广一死，隋朝就亡。好，那我等就定于此地。杨广此下扬州，护驾之人乃是天宝将军，他们是携大军而行，我瓦岗兵力尚不足与之抗衡，必得联合天下各家反王，方有胜算。眼下18路反王，64路烟尘，但各怀私心，未必能够团结，恐怕聚集到一起，会出不少内乱。表弟担心不无道理。不过表弟，如今如此多的反王，他们四起虽出身不同，但都是为了抵抗朝廷的暴政。在对于杨广的态度上，各路反王都是预先杀之而后快，所以此次集结正是为了截杀杨广。我认为此举可行。我已算好时间，现在发英雄帖，邀请17路反王共赴四平山，定能拦下杨广所乘之龙舟。到时候再一鼓作气，除掉这个昏君。传本王旨意，发英雄帖，召集各路反王，诛杀杨广。今日，请众英雄来到四平山，想必这其中的缘由，
在这英雄帖上都已经写明啊，此地是截杀杨广最好的地方，所以还望众英雄团结一心，请求谢过诸位。想必阁下就是秦琼秦叔宝了，瓦岗山的兵马大元帅。久闻大名，今日得见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真有幸，真有幸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马踏黄河两岸，简打3州6府，威震山东半边天的秦琼秦叔宝啊！今日一见，果真气度非凡，佩服！佩服！佩服！兄弟们，拜托，拜托！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可是咱们上瓦岗那天就应该知道，这里每个兄弟跟隋朝都是血海深仇啊！时机成熟了，一定带你杀进长安。不是说好不想这些吗？换作是你，你能忘掉吗？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努力让自己豁开来做事，装作很快乐，为的就是能够暂时忘记这些事情。可是我就是做不到。想起以前我们在二贤庄的日子，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在一起。放心吧，马上就可以报仇了。真的吗？答应我，如果可以报仇的话，就像从前那样快快乐乐的生活，好吗？笑一个。过来吧。莹莹，玉嫂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他们是士兵，在山上发现的，在山上都饿晕了。我这不想把他们都带到这儿来，让他们梳洗一下，吃点东西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正好我多带了几件衣服，去我营帐给他们梳洗一下。行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好，来吧，这边。好。去吧。
来，吃饼。来，好，谢谢。拿着，来，慢点吃，别噎着了啊。别着急。好，慢点啊。来，喝点水吧。来，喝水。慢慢喝，不过还有呢，啊。姑娘，其实我们不能说，他们对我们有救命之恩，有什么不能说？其实我们是从皇上的龙舟上逃出来的。龙舟？你是说杨广？杨广太沿河道而下，每到一个停靠处，就派官兵抓取年轻貌美的女子上船，光我们村就被抓了几10个。然后送到杨广那里，就任由他凌辱，自己折磨我们也就算了，可是他把一些反抗他的姐妹们留给他的下属，那些姐妹就活活的被他们折磨致死。我们本来有10个人一起逃出来，现在只剩下我们3个了。我们一直逃，就来到了这里。真可恶！那个杨广简直是畜生，就应该把他千刀万剐。姑娘，我们3个什么都不会，也不会武功，可是我们什么粗活都可以做，洗衣服做饭我们都可以，请姑娘留下我们吧。你们放心，我全家也是被杨广那个狗贼给害死的。好了，别难过了。你们安心住在这儿吧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就以姐妹相称。谢谢二位姐姐救命之恩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杨广马上就到四平山了。李子通、唐弼、孟海公都没有动静啊！是啊，自从咱们接到了英雄帖，呼啦一下把家当全都带来了，谁知道他们怎么想的？不是吧？对啊，等我们辛辛苦苦的把杨广这小子给杀了，这好处可不一定都是我们的，到时候肯定有人坐享渔翁之利。是啊，是啊，啊！你们看看啊，凤鸣王麾下的武云昭、武天锡、熊阔海这3员大将。哪儿去了？到现在也没个影儿，都没来。就是啊，就没有我们看的。这个仗打的也没啥意思。依本王之见，干脆大家都散了得了。就是散了吧，散了吧。等我们兵力壮大了，再回来打。那个时候再去杨广人头也不迟。对，散了吧。这个宇文冲都再厉害，也架不住咱们这些兄弟一起上。我陈永金也上，冲在最前面。一斧子一个，这话呀，我听出来了。谁要是胆小怕事的话，趁早打道回府走人。我朱灿，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我南阳军即是全军覆灭，要跟昏君杨广拼到底。对，为忠孝王一家135口报仇雪恨。诸位，稍安勿躁，杨广还有3天才到。现在争论这些全无意义。既然大家都是反随志士，切不可因为这些小事乱了分寸。当前最重要的是团结一心，不能轻举妄动，否则前功尽弃，诸位王爷不就白来这一趟了吗？是啊，说的有道理。你看看这徐军师和秦将军说的有理啊。反正我是不管各位王兄了，从今儿起，我就在这等了，等着昏君杨广过来。杨洋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正好路过。
路过。哎呦，坐下歇会儿吧。你们在里面讨论的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出兵啊？出兵？出什么兵啊？18路反王，现在还差3路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个个都是贪生怕死的货。可是，那个龙舟不是就要到了吗？到了有什么呀？这3路反王没到，那麻烦就大了。不过，我跟你说啊，哎呀，坐下说。我跟你说啊，三哥说了，过了四平山，就杀杨广。你不知道，这些日子我光想这事儿了，想得我你看我头发，想得我头发都快掉光了。洋洋妹妹，哥哥的心你应该是知道的，要不你陪哥哥喝2杯？你们当时是从哪里被抓来的？啊？哦，我就是好奇，没别的意思。哦，就是在村上，当时来了几队官兵，看谁家有17、18岁未嫁的女儿就捉去，然后再层层挑选，才上的龙舟。哦，这样啊，还要挑选？哎，那是不是也要扮成这个样子啊？是啊，像单妹妹你这样的女侠装扮可不行。那些人啊，肯定会让你换衣服的，而且还有专门的人教你行礼什么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这个做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。你们先忙，先忙啊。哦。就说嘛，单妹妹本来就很美，化上妆就更美了。自己看看吧。玉嫂嫂，你觉得我跟宫里那些妃子相比怎么样？宫里那些妃子啊，都是胭脂俗粉，不要跟他们去比。莹莹，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，所以罗成才会特别的喜欢你啊。玉嫂嫂，说真的，你们在宫里都是怎么行礼的呀？干嘛想学宫里的行礼啊？嗨，还不是那个臭罗成，他天天嫌我没规矩，没女人味儿的。好，那我教你。来。我先教你行万福礼吧。好。你看啊。对，往后撤一步，头要低下来。这就对了。啊，真好看！我是说，嫂子的簪子真好看。这簪子是我在家里时常戴的，不过现在也用不上了。你要是喜欢，就带着它吧。谢谢嫂嫂，不过借我几天就好了。爷爷，在军营里鬼鬼祟祟，干嘛呢？谁鬼鬼祟祟的？你还阴魂不散呢！看什么看？不认识了？没什么呀。
我只是觉得你今天很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大惊小怪的。我们早上起来他就不见了，都怪我没管教好莹莹，我这就去把她找回来。不用，伯当贤弟，辛苦你调几队人马，尽快将莹莹找回来。是。嫂嫂，莫非你知道莹莹去哪儿了？她去了龙州。去龙州？为何？刺杀杨广。他这么做太鲁莽了。也怪我那天太大意了，我应该想到才是。不过此事不宜声张，眼下反王并不一心，而且这瓦岗的兵力未必能与隋军抗衡，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出半点差池。所以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知道。启禀公公，先前选的秀女都在这儿，请公公过目。都把头抬起来。这个。谢公公。见过公公。这个。谢公公。只剩下一个名额了。还有这个，多谢公公赏识，小女子以后一定报答公公。懂事儿就好。你们三个出来。等一下，我带你们去哪儿，你们就听话跟着，不准四处看，也不准多问。见了皇上，千万要记住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惹皇上生气。想活命的，就按我说的做。是。剩下的送到兵部徐大人那儿去。是，咱家这就去办。你们三个跟我来。你们三个沐浴完了，就要上龙舟了。有些话我已经再三叮嘱过多遍了，现在不妨再多说一遍，千万不能惹皇上生气。皇上要是龙颜大怒，那谁也保不了你们，连我都要受牵连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上船千万不能带锐器在身上，一旦搜出来，一律以刺客论处。
都听明白了吗？是。见过皇后娘娘。这名女子最终藏有匕首，定是来刺杀杨广的。我一定要帮她顺利登上龙舟，杀掉杨广。看来宣华是想通过这名女子之手杀掉杨广。我不如顺水推舟，成不成就看你们的运气了。公公，哎，这怎么现在还要查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查到我就死定了。可现在杨广又不在这里，我想跟他拼死一搏也不行啊。等等，果然是有几分姿色。妹妹以后得蒙圣宠，可千万不要忘了姐姐。谢谢皇后娘娘。公公，带他们下去吧。遵命。你们三个都跟我来吧。是。皇上，启禀皇上，老奴在民间精心挑选的3位秀女已经带到，请皇上过目。那2个都带下去吧。是。走吧。是。
这位妹妹还没有长熟，不如今晚还是由臣妾来侍寝吧。今夜，朕叫你们一起侍寝。报！靠山王觐见！扫兴！全！你们退下。是皇上。微臣护驾来迟，还望皇上恕罪。还不快把这个刺客拉出去斩了！留着，留着，朕最有用。先把他压下去。我呸！昏君杨广，你有本事杀了我呀！来人！皇室受惊了。启禀皇上，臣大退敌军之后，本意班师回朝，然听闻皇上已下扬州，当今天下乱贼众多，唯恐皇上路途有险，故赶来护驾。刘老，靠山王，你放心吧，如果还有反贼，天宝将军一定会把他们一举拿下。四平山形势险恶，藏贼逆道，臣以为皇上万不可掉以轻心。四平山真有反贼，皇叔正好陪朕一举歼灭。臣遵旨。如果按公公所说的那样，营业应该倚在这龙舟之上。这上面有这么多重兵把守，你我若是硬闯，不但会暴露身份，也很难救得出营业。就算营业刺杀成功，也难逃侍卫的围捕；不成功，则有性命之忧。这龙舟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。不如我们趁早行动，我把他救出来。别急，再等等看。性命，那又何妨？
这些精兵在，若是再这样打下去，罗成跟莹莹会更加难以突围。如何才能救得了他们？若是去通知秦大哥他们，只怕会暴露了大家，误了大事。我该怎么办呢？莹莹，我挡着他们，你先走。要走一起走，要是走不了，让沈爷爷陪你一起战死也无憾。拿下！快走！有我父王在，我不会有事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不行，玉儿，罗成，带他走。嫂嫂，快走！嫂嫂，嫂嫂，莹莹，嫂嫂，走。追！谁敢？只要再敢走一步，我就死在这儿。我就是刺客。皇上，你看是谁来了？老臣真是老眼昏花，看不清楚是谁呀。哎，这不是玉郡主稀客？袁承东，你也真忍心下手啊！禀皇上，老臣教女无方，纵他误入歧路，图谋造反，愿皇上赐老臣全家不赦之罪。靠山王，你真的是很有自知之明啊！老臣养女不孝，自知罪不可赦，纵然九泉之下，也无颜见先皇。杨林，我自嫁于瓦岗大帅秦琼，早与你断绝父女情分，你又何来心中有愧？若言有愧，也是我有愧。我竟有你这样忠奸不分、助纣为虐的父亲！你这个不孝女！为父养你20余载，将你视若掌上明珠，你却恩将仇报，说出这等不忠不孝的话来。要怪就怪你有眼无珠，不知道我早已投了瓦岗。你放肆！皇上，靠山王父女互相指责，实在是难辞其咎。我看不如推出去斩了吧。哎，靠山王忠肝义胆，天地可见。他肯定不知情。把玉郡主先压下去。是。来，等等，好生伺候。
要连累多少人？我弟，别这样啊！我为的是二仙庄惨死的100多口人。你看，弟，行了行了，五弟，莫怪莹莹。事已至此，表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靠山王已在龙舟之上，想必鱼儿不会有生命危险。只是现在打草惊蛇，当务之急就是杀上龙舟，除掉杨广，救出玉儿。二哥所言极是，对，事到如今，除掉杨广，救出嫂嫂吧。如今我唯一担忧的一件事是我们兵力不足，倘若贸然行动，报！凤鸣王李子通、济南王唐弼、宋夷王孟海公携大军已到。好，速速迎接。是。单通在此恭候各位大驾多时，各位路途辛苦。寿州李子通来迟，还请各位多多见谅啊！侯爷，来，侯兄，请。请。如今18路反王已聚集于此，那我们就共谋反隋之事。这事儿还是你说吧。俗话说，蛇无头不行，鸟无头不飞呀。我们18路反王虽然都有反隋之志，可是各据一方，各有各的号令，力量必然分散。依我之见，应该推荐一位盟主，大事由盟主协同各路反王商议而定。不知道各位英雄意下如何呀？说得好，有道理。对，一定要推举。哎，我说弟兄们，你们说咱们推选这位盟主，这谁当盟主更为合适啊？是啊，凤鸣王老当益壮，麾下有叱咤风云的3员大将。既然你提出来要选个头，那干脆你干得了。不，我说这话可不是为了我自己啊，是为了如何把这18位反王集合在一起嘛。你把我李子通看成什么人？哎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真的，你当依我看啊，高谭胜你领的兵马最多，让他当也未尝不可嘛。弟兄们，不妥呀！我高谭胜何德何能啊？能调遣你们几位啊？这不行，高将军，您自谦了，高将军。说你行你就行，啰嗦什么？对，哎呀，不行不行。这盟主，就我当了啊。对，我辅佐4哥当盟主。我们大魏国混世魔王，向来处事果断，这是他一贯的秉性，还望各位谅解啊。这样也罢啊。瓦岗军屡次打败隋军，名声远扬啊。让大德天子当盟主，也合情合理嘛。对啊，对。既然盟主已定，就赶快推出一个追杀杨广的先锋，制定出一个战策。没错，当年武云昭是4面围困，单骑突围，我看呐，让武云昭来当咱们的先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推举李毅，我这个推举高志。大帅，我们先静观，保存实力，不可轻易逞强。这样吧，我提请凤鸣王的手下武云昭将军为先锋，熊阔海、武天锡为副先锋。诸位兄弟，意下如何呀？好，行，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挺好。对，这个先锋和盟主已经选出来了，咱们再选一位军师如何？我认为徐茂公行军打仗很有一套，最适合不过了。对，可以。贫道就却之不恭了。等一下，我会重新向你们了解你们所带兵马多少，将领的才能。另外，我会重新安排你们所驻扎的位置。
还有，请各位分别派出1人，押运本军的粮草，而18路督粮官则由魏国的裴元庆担当。军师，末将只想上阵杀敌，冲锋陷阵，还望军师收回成命。裴元庆，让你做监督，自有我的道理。裴元庆，能出一把力就行了，怎么还挑肥拣瘦的？徐道长刚刚当上军师，难道你想抗辩不成？你，这军师运筹帷幄，裴兄弟，千万别怕，无用武之地啊！末将领命。好。田曦，你带兵上来，莫非是想要截杀天子不成？老伯父，我等也是被逼如此。那杨广与我等兄弟有杀父之仇，回家之恨。今日不杀杨广，誓不罢休。老伯父年事已高，跟老不以筋骨为能，你退一边去吧。让宇文成都出来，我要和他大战300回合。田曦，我劝你，还是不要和这些贼寇混在一起。你和我回到龙舟之上，由我和皇上演讲，免你一死，保你武家全家人的性命。你看如何呀？老伯父说笑话了，我等兄弟岂能再求那杀父仇人饶命？废话不说了，叫宇文成都出来！吴先锋，少和这老匹夫废话！老匹夫，你纳命来！匹夫，我们来！好，你。杀我儿子，拿命来！有点意思啊！罢了。起来！走！哈！驾！传令下去，撤！撤！撤！快撤！盟主，敌将杨林在此，请盟主发落。老匹夫，为何见了本魔王立而不跪？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赶快跪下！快点跪下！不跪也罢。你们老杨家得了天下以后，不说爱惜百姓，只顾自己享乐，杀害忠良。这18家反王，哪一路不是你们逼得走投无路才反的？今日把你生擒活捉，你还有什么可讲的？
既然你油盐不进，排长在，喊是，对，在，斩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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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斩了，刀下留人。什么？魔王千岁，众位王爷，虽然这靠山王罪该万死，但是请诸位恕他年事已高，饶他一命吧。不要斩了他！斩了他！不能放了他！绝对不能放了他！魔王千岁，就看在我秦琼的薄面上，饶他一命吧。哎呀，二哥，哎，进来。二哥，心慈面软，留祸害啊！盟主，还是放了吧。三哥，放了杨林，不仅为了秦二哥，我还另有大计。三哥，跟本魔王想法一致啊！排长，在，把老匹夫推牢进来。是。王爷，适才联军大帅秦琼苦苦为你求情，盟主和各位王爷有好生之德，饶你不死。难得秦琼对你的一片苦心，王爷，回去吧。王家千岁，秦琼有一事相求。叔宝，你起来说话。如今玉儿身陷囹圄，还请王家把她救出来吧。叔宝，你的心意我都知道，可如今是皇上亲自下令将玉儿关押在龙舟上，老夫也无能为力。王家千岁，这杨广昏庸无度，你何必再保他呢？倒不如隐居山林，颐养天年的好。我的心里，可是我杨家的江山，我不能毁，我只能保。一切有天定吧。保重。报！皇上，靠山王千岁已经回来了。宣。是。臣杨林叩见皇上。皇叔，你不是被反王捉去了吗？怎么回来的？回陛下，是老臣曾收的义子秦琼替微臣求情，他们才刀下留人，放我回来。哦，皇上，臣有一事不明，还请靠山王明说才是。何事不明？18路反王到这里劫杀我主，靠山王被擒，为何那么轻易的就把他放回来？是不是靠山王给18路反王答应了什么事情？请皇上明察，只怕另有图谋。哼！
文化解，老匹夫！你在朝中，今日害文，明日害武，你害来害去，竟然害到我的头上来了。这朝中，要不是你们这帮奸臣扰乱朝纲，何至18反王到此劫杀皇上？靠山王，你血口喷人！皇上请为臣做主。哎，好了，江国，你今日怎么聪明人说糊涂话？这位是谁？朕的嫡亲皇叔？难道说朕的皇叔会反叛于朕，毁我杨家江山？是，老臣糊涂。皇上，18反王不堪一击，程度请旨出战。好，天宝将军乃我大隋第一勇将，平叛反王，非卿莫属，有劳了。陛下，老臣愿为天宝将军压阵，将功折罪，壮我大隋声威。